各位好，巴黎新聞台，2025年3月29日，城巴500沙田市中心同西沙灣，令好多巴士迷凌晨已經到沙田市中心等頭班車由城巴復刻45週年大城軌富豪500一路108單入。排隊啊，叔！未夠10點，已經出現大批巴士迷喺沙田市中心頭等車。巴士社都係行西路線，相信巴士迷不滿意下層巴士。而家下層巴士迷反擊，令該名巴士迷落下層步行。當城巴580首航用車到達西沙灣後，大批巴士迷立即衝過去影。502號用車準時喺10點45分到達西沙灣總站，期間有巴士迷唔知乜嘢咁興奮喺總站追逐。期間有巴士迷攞匙蛋頭冇專業，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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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頭好專業。搭警察車啊！搭車靜止到好唔好啊？屯馬開通真係咁興奮，為佢首班車好愉快，要入會。你寫緊12分㗎，12分㗎，嗰度西河嗰個。喂啊！你老味，俾錢走黐咗啊！食得你天狗，屌你老母！你個死仔冇用我嘅車啊！水牛，天狗空車嚟㗎，天狗空獎。喂，佢冇用我嘅車啊！打狗。回水。期間有巴士迷回水。老豆啊！羅志森讀新聞與傳播系。羅志森係我老公。我老公啊，我遮住個 cam 啊，咁講嘅，你問下佢。羅志森啊，喂！有巴士迷話車中原本巴士喺沙田維新村冇人落車，令到巴士多要照樣停車，令大批巴士迷不滿。阿 Sir， 唔係冇人撳鐘啊！有人玩鐘啊，飛站。全部人睇住佢撳啊！邊個撳啊？邊個撳啊？邊個撳啊？在玩鐘嘅，我玩鐘啊！我再講一次，邊個在玩鐘我就同佢踢波。除咗除褲打屎忽。玩鐘嗰個咧，之前咧喺沙田站投訴。幾時啊？不離手寒啊！我有啊，嗌魚蛋頭咧。
阿魚蛋頭喺巴士話老婆啊，我愛你啊老婆。魚蛋頭咧係俾錢咧，逐個抌咯。喂！咁我今年咯，玩嘛係啊，數魚魚蛋頭警察姐抽啦，睇廣播。阿超牛，哇 ！ABC 訓練巴士。啲啊！魚蛋頭。係叫魚蛋頭喺度，叫魚蛋頭。我識站有啦，係中文。喂，望下，好真係嘈啊！個正字咧係點解係簡體字？俾人睇清楚。然後我出車，是令我的戀愛，而我有個秘密亦無害，來日彼此傾開，即不知道無法講開。鐵架。我喺公廁6萬9同埋9309中炸咯！揾日我 book 個場去唱 K 啊！哇！乜乜3年市中心？唔好再咁開車，撳落車啦！冇啊！琴日公廁6萬9有3人嘅夜晚。唔係啊，我哋全部人喺西市中心落車。快女落車！全部人都喺呢度攞啊嘛，唔係咩？係啊！除咗個司機咯，大佬。總站啊！司機都要落㗎。哇！你做乜嘢啊？哎呀，唔好踩我腳啊502韓用車差唔多到沙田小心口，每人小偏包括所有大批巴士迷都開始發電。你而家落車影多次510好過啦，幫上一點死肥豬隻，我先我喺度擦，我收聲啦你！前面仲有3黑番嚟。大力啊！用水邊度大力啊？喂，由邊度大力啊？邊度大力啊？到巴士進入沙田市中心部分後，大批巴士民拍手。電車喺嗰度。唔會啊！唔該，冇逼啊！謝生，快啲擺啊！開閘半，有攞翻啲。賣站，佢呢度落，呢度落。喂，唔係咯！走前邊，坐低先。佢前面唔夠位㗎。扶實。好嘢！嚟緊冇啊！嚟緊啊當5208離開沙田市中後，同埋5204離開後，所有巴士迷應離開。花迷新聞台記者9巴仔報道。